镜头转来看咱国内消息，查甫囡仔凯凯哪像是去互年母苦毒死亡？民进党的立委林月琴是案件发生迄当阵对外口请的督导，就去互批评讲无担起应该担责任。林月琴今仔日就伫咧立法院哪靠哪强调讲，因这款对外口请的督导是无咧干涉内部营运甲管理的。另外，时代力量是建议讲，要改善年母的查询平台，还有这条约就要赶紧审查儿童托育服务法。兄弟姐妹，大家站出来替他。用卫生纸起目彩，民进党立委林月琴伫立法院议场门口哭出来。媒体人朱凯翔讲，林月琴是凯凯案时期外聘督导，批评林月琴也是先尽职责，无定到会当救到凯凯。林月琴采告回应，外聘督导是被动协助，无牵涉到内部营运管理。所谓的外部督导，也就是他们提出问题呢，然后我做回答。那针对于他们内部，我是不做管理，也不做督导，不要政治口水，不要用政治话术来消费一个已经逝去的生命。从立法修法双管齐下，催生儿少托育服务专法，再到我们强化儿盟的监督机制，以及精进收出养的制度。民进党团挺林月琴，搁爱在野党团共同透过法制完备儿童保护机制。台北市社会局回应，林月琴是107年至112年外聘督导，工作内容包含访视、报告检视、辅导、管理流程检讨，也有工作团队团体动力协助等。每一季出外督导一届。托育资讯更完整，送托宝宝不忧心。凯凯案引起社会真关心。时代力量指出，托育制度甲年母查询平台拢有缺失，包括寄托人员资讯无够透明，社工访视不就等。看不到这个保姆的过去的经验，他有多少的托育年资，还有他的服务相关的记录，然后也看不到在职的训练的这些相关资讯，同时在系统上也没有政府访视的结果。王婉如建议六大改革方案，包含提升敲税功能、完善托育履历、公开年母年资加在职训练、公布托育环境资讯、团起托育场所的相片、公开共同机构成员、公开访视加采阅资料、建立回馈机制，呼吁调野爱赶紧排审行政院所提出的儿童托育服务法案，专法保护儿童安全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